讲到今年的这个双十宴会呢，本地要伫咧台中的5车渔港来举办，不过筹办委员会却因为认为讲这渔港边有油槽，惊讲会无安全，当咧考虑要换地点。 真水的海景，也有真快的北地。今年国庆宴会，国庆筹备委员会原先是选定伫咧台中5车渔港来办，但是即马传出变数，国防部等单位勘查了发现，港口周边有重油的油槽，石化厂以安全考虑要来换地点。消息传出来，5车港在地摊商看法不一。当然会很可惜啊，因为他不止这一次办啊，他以前也办过啊，而且这里。 腹地那么大，又那么干净，又那么舒适，所以来这里放烟火是最好的。安全比较重要吧？毕竟这是观光景点，人太多也不好，人太多安全不完美的话也会不好啊。 台中市伫咧2002甲2014年拢曾经办过国庆宴会，当时的地点拢选伫咧5车渔港，但是渔港周边的设施甲9年前已经有无同的变化。目前庆祝会考虑为青泉港机场、日宝乐园、中央公园3个选一个。如果更换地点，也应该尽量在海线的附近。 让民众过去规划的行程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。今年的国庆烟火能够在台中的海线举行，那相信对于这个地方的经济跟繁荣跟观光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民代是认为，真侪人拢已经开始来安排行程，顾及当地的经济。若是要换地点，也应该以海线为优先。台中市府敢若以文理回应，中央有专业的考量，只要是地点伫咧台中，无论是伫咧倒位，拢愿意配合。 但是产生出来的交通成本、甲人潮疏散，拢要纳入考量。期待中央会当补助相关的经费。记者台中报道。